喺呢個煉金方面，我見到話其實之前特區政府譬如上年11月都同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咧係簽咗個合作備忘錄啦，共同推進就係深港黃金領域嘅一啲合作。咁就話咧，深圳應該係可以提供一啲即係高息嘅黃金冶煉嘅服務嘅。呢一個有冇一啲進展同大家講下係點樣？其實你頭先講呢個好重要嘅題目嚟嘅，即係雖然今次呢件事，大家重點係講我哋香港去建立呢個黃金市場啦，正如特首喺施政報告所講。咁但係其實我哋都希望咧喺過程入面咧係連帶用到咧，就係話咧係我哋嘅兩個區域嘅發展嘅，就係話咧大灣區同埋咧我哋同上海合作。咁喺上海方面好明顯啦，我哋今次成個結算系統咧係同呢一個嘅上海黃金交易所合作。咁呢個體現翻咧我哋滬港過去一直以嚟希望咧喺金融市場方面咧共同發展嘅呢個咁嘅方向。咁喺同深圳方面咧，其實我哋嘅目標就係話咧，希望咧係落實一個我哋之前已經同佢傾好嘅政策，就係話咧，如果係一啲嘅香港本地嘅金商啊，如果佢係一啲咧嚟自係境外嘅黃金，可以咧係運入去深圳做一個咧係精煉或者係一啲嘅冶煉嘅一啲嘅工序，然之後咧合規咁樣咧拎翻出嚟香港啊，因為目前咧其實我哋嗰個嘅國家政策對黃金咧係有出口一定限制嘅，咁但係如果本身呢啲黃金喺一開始已經係嚟自境外嘅，咁淨係去到內地咧係做精煉或者淨係做呢個咁嘅冶煉嘅工序嘅時候咧，變咗一方面咧，我哋可以係用到內地呢一個，尤其是深圳喺呢一方面嘅優勢，同一時間咧吸引更加多嘅一啲嘅本地或者其他地方嘅一啲嘅精煉商或者冶煉商咧喺香港咧去設點，咁啊造就咧我哋希望咧另一個角度，除咗就係話咧喺倉儲以外咧喺前端嘅價值鏈咧有個新嘅元素喺度。